受到疫情影响，也影响到这地方的经济。屏东九如乡对今仔开始发放乡民一人1000块的真现金。透早就真侪人去到活动中心外口排队，按算有2万多人会当拿到这真现金。恭喜啊！民众领着红包，大家拢嘴笑目笑。透早沙地厝活动中心就闹得滚滚，因为23是公所发放真现金头一天，领号码牌的人已经排队到外口。不过会当领到公所送的红包，而且是现金，大家拢真欢喜。很开心，很开心，有钱可以花了。大大开啊！1000啊！这摆发放真现金，九如乡公所鼓励每户派一人来领，无法度出门的代表甲村长会当代领。公所伫现场先准备200多万，所以嘛请警察来护操。不仅民众高兴啊，连摊贩也高兴啊。本来很低迷的景气啊，然后最近还没发放就开始封稳啊，说要买东西什么，一些摊贩都大量备货。疫情非常的严重。意思甲咱找钱人真济，变成公所为着要让咱九如乡的乡民有好的过好肉粽节，所以用咱的公所，我就甲咱代表的报告，所以代表的支持。其实屏东有其他乡镇，亲像李港、新园，拢伫过年前发过真现金。九如乡是等着补助才欠着钱，全乡21600多人，估计要发出2160万，希望互民众过好肉粽节，振兴地方经济。记者邓家文、罗维做屏东报道。